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文化的传承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热血的客庄青年子轩则用母语唱出家乡的故事。那当初怎么会组起来这个乐团？因为一趟巡回的关系，就是直接选了一班火车，我们把器材带着，然后摄影机带着，我们就直接跳上车，然后就直接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来开始唱歌，而且我们要唱客语的歌曲。当然，我们选定的那些路线也跟客家有点关系，比如说我家乡新竹的内湾，所以我们一上车的时候发现，因为大家一起要去旅行的那个心情，其实都是很愉悦的，所以听到有人上车的时候表演，他们很高兴。那发现觉得我们的音乐其实跟着火车也蛮像，就慢慢走，慢慢走，走快走慢，最后一定会到达这个终点。那回到家乡啊，有没有就是很兴奋，还是什么感觉？其实每一次的巡回，我们都会排一次家乡场，在家乡唱这些歌，让我觉得更有感觉，就是觉得呼吸到家乡空气，然后歌会唱得比较好的感觉。子轩始终没有忘记，家才是他最终的依归，而客家提供了他创作的养分，因此他用文字与音符写出对家乡的思念，用歌声唤起异乡游子对家乡的记忆。客语本身也蛮有节奏的，比如说哦，它是一个短音，它不是它是哦，它有一个节奏。我有一首歌叫《堵唔雕》，堵唔雕就是忍不住，堵。这个字就闭口，可是它一连起来唱，它就会像一个滑步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语言或是在我们客家的传统里面，它有很多东西放在现代的时候，我们可以赋予新的意义，听起来也不一样了。是，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客家人的东西。如果你平常有到客家庄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碰到老一辈的讲话，他还先问你说道玄牛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客家人很独特的一个发语词，因为我有时候像你知道嘻哈音乐。Yo, what's up? Yo， 那个 yo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特别用意的一个发语词，一个语助词，所以我觉得我们客家人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那对我来说，客家歌、客家话，它都还有很多的乐趣在，所以我一直在玩，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玩到什么时候。客家话与音乐的结合，子轩唱出多变又有趣的生活点滴，而我也跟着畅游在音乐的世界里。